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年初二嘅黃昏天氣節目，我係劉子琪。新嘅一年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一家平安喜樂。睇一睇天氣啦，我哋今日廣東沿岸係受住一股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所影響嘅喎，所以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咧都下降到50%左右啊。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見到廣東沿岸上空咧今日都冇乜雲啦，所以喺維港望出去咧，今日都有一片唔錯嘅藍天。喺陽光充沛嘅情況之下，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嘅氣温都上升到23至到25度左右。我哋預料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會喺聽日影響廣東沿岸，所以呢啲地區早上係仍然較涼㗎。不過隨住季候風嘅緩和，星期五及週末期間呢，廣東地區係會日間温暖㗎。所以翻嚟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漸轉多雲。聽朝市區最低氣温約18度，而新界係會再低1-2度㗎。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，最高氣温約22度。風方面係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，而聽日初時離岸及高地係會間中吹強風嘅喎。我哋再睇遠少少啦，我哋預料下週初咧會有一股比較潮濕嘅偏東氣流影響住廣東沿岸㗎，呢啲地區到時雲量就會增多啦。所以翻嚟本港嘅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料星期五及週末期間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温暖，而下週初係大致多雲。呢一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。